test， 喂 test， 喂，喂，有吗？有，好，谢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彼此来祝福，新年恭喜新年得到福气咱用这首诗歌做伙来学了来敬拜咱的主，咱用较无心来到主的面前。主我的心无你，我主我要跟对你，你主高听他看清楚地，你心是地高万岁。我主我的红河路里大水。
百姓的中间学乐你，伊会帮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伫天，你的诚实到永续。上帝啊，愿你的大大愿你的荣耀跨过全地，摇我的罪真重，由你因为你的名赦免我。咱要做伙开声来感谢咱的主吼，伊恩典教育，也互咱知影讲咱甲主上帝中间迄个管道有啥物所在有塌界，求主来清气来赦免。咱做伙开声来感谢，为着过去一年，咱献主感谢，为着未来，咱来恳求上帝的同在，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你名上好了，大家敬拜。过去一年久，你犹原看顾，虽然拄着全球性的瘟疫，总是你犹原保守台湾，会通伫即波疫情中间，犹原有主你的恩典、你的平安，甲阮三同在。过去阮虽然无法度伫实体中间来自诊，总是你犹原怜悯听见阮的求救，也互阮搁一遍会通做伙兄弟姊妹三教和乐，伫遮来敬拜上帝，互阮的彼此。鼓励彼此来祷，主你的恩典祝福就伫阮的中间，也互阮继续用信心来较无大大来恳求，你就大大充满，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必定开嘴讲，但我真正在上帝保佑外貌出来。多多大帮助，去有敬畏伊来行伊的人，互伊欢喜接纳。咱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求上帝手术吼执政掌权的，互有智慧，安怎伫遮来去定遮的政策。咱为着对岸中国来祈祷，祝福遮的领导者，互因的心。也有良善，无一感觉派军机伫遮要来咱搅扰吼，咱求上帝吼，家己亲自来掌权。咱看台湾吼，即摆美国全球性的嘛爱靠台湾对无？爱靠啥？咱遮有股东无？台积电对无？迄个真要紧，车啦真侪所在拢爱用迄个晶片吼。上帝互咱台湾有遮个稳定吼，那咱求上帝互即个执政掌权也是遮个头家有智慧，安怎善用遮，互咱伫全世界咱真正要紧的即个地位，所以这嘛是上帝在保护咱台湾的一个上帝稳定吼，所以咱为着遮为着即块土地百姓会通明白救出耶稣的福音，咱同心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台湾，你互阮行进一个所在，互阮会通搁在伫遮做伙来好好来敬拜你，这是你互阮的恩典。做你来所望神阮，互阮会通伫这礼拜中间，替阮的国家、阮的城市来恳求来祈祷，阮好也伫这个国家的门口，阮需要做你伫遮的保护，你等遮的保安的关系，你等遮的利益。感谢主，互阮会通为着遮个执政掌权的，伫遮来守望来祈祷的时阵，主你为着讲，阮才会通平安来过日子。因为阮为着伊来祝福，伊有好的政策，就会互阮有好的福利。也为着对岸来祝来祈祷，捆绑一切的遮个歹的遮个威胁离开，也互阮伫你的内底，阮享受继续有平安。
阮伫世界的角色，主啊，你互遮个世界的人福，拢会当看见台湾的重要性，台湾的产业影响全世界。愿主来祝福，互阮会通伫即个所在拢会通过安居乐业的生活。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也为着咱的兄弟心心灵的需要来祈祷，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论到耶和华，我要讲，伊是我导向的所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我所倚靠的。你毋免惊伫年间的惊吓，也是日时的悲剧，也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也是伫中道灭无人的毒性，咱为着这个心灵的勇行，咱的最近过来嘛有要结婚的为着咱的每一对的婚姻，咱为着咱的工作事业伫这疫情中间无受到影响，这个学生已经开学啊愿主来祝福因，互因敬畏上帝，会通得到智慧。咱人甲人的中间，因为疫情可能带来有一寡这影响你莫我伤近安尼等等这，拢造成真侪这个人甲人中间迄个隔膜咱求上帝来怜悯伫即几项的中间，如果病痛的，也是讲你有这个几项的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咱会逐工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现在你就通徛起来。咱也做伙不管是徛起来坐咧，咱做伙来恳求上帝医治、来供应、来引带、来祝福，较要紧伊的平安，因到咱的中间，咱开声来祈祷。做咱真正需要主你来平安，来安抚阮的心，阮幸福家。主啊，阮的名伫遮来恳求你。继续来引带阮，无论伫阮的家庭的事业，伫阮的幸福的健康，也是阮人甲人中间的接触，阮恳求你甲阮三同在。主啊，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你以外。主，阮奉你的名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阮要宣告，你是阮的上帝，阮的好处，阮的利益无伫你以外。感谢主，互阮知影一切拢是你所赏赐，你是阮的牧者，所以互阮无欠缺。你伫阮拄着困境、患难的时，你用你的腿、你的拐来安慰、来保护、来看顾阮。你也为着阮来陪伴稳定的道路，互阮有主你的神来引带。阮听主你的话，你的话就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伫主你稳定满满的道路顶面。愿主你来祝福，互阮心灵勇行，互阮灵魂体拢得到兴盛。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最后，咱要为着主迄个礼拜来守望来祈祷，来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愿你阿乐笑念你的罗卜的祈祷恳求，来听你的罗卜今仔日所祈祷伫你面前的祈祷。愿你一面看顾这个殿，就是你所讲起我的名。要伫遐个所在，来听你的罗卜所要往即所在祈祷的祈祷。咱为着个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祈祷讲主啊，互我念伊听讲道的时阵佫有遮个主动业者，互我会通领受对你来的真理真理会通叫咱得到自由。也感谢上帝互引带胡忠明牧师是台南新人院的院长我特别邀请伊来伫遮甲咱参加分享报告台南新人院的状况培育遮个新学生会通成做明仔载教会真好的牧者伊是
对牧会中间20、30年、30几年的中间的这牧会生活，所以了解教会生态吼，所以咱为着吴牧师过来咧做一寡这改变的中间吼，互伊有对顶头来智慧甲开力。啊，那为着今仔日有阿卡贝这儿童牧区的领袖小组啊，咱即礼拜开始吼，咱的双年大学就要开始开学吼，啊，佮有小会啊要问道理吼，啊，佮咱发挥小组的演习。咱也为着宣教基金，上帝互咱有这宣教基金，啊，咱有负担奉献，啊，为着福音的宣扬，会通伫遮啊。刚才你无法度讲，你要做，你会通用你奉献来支持这宣教的事工。哦，透过同工的分享，互这福音落实伫遮的社区。啊，求圣神来感动，互咱做伙来经历上帝加倍的丰富。你愿意奉献，上帝就加倍伫你所做中间，互你凡事顺利。咱做伙起立，咱伫遮来祈祷、来恳求、来宣告，上帝啊，你要大大祝福伫这个教会。大大伫阮的中间来经历你丰丰富富，第咱开声来祈祷。你互甲咱教会上正做宣教的教会，互阮的兄弟姊妹用行动、用金钱来支持宣教的事工。主啊，阮无论是用祈祷，还是用阮的工来。来祝福这教会所做的对基督对宣教，对为着台南神明来照原主所为教育经费来推动这个事工。感谢主，因为阮的好处无伫你以外，你用逐样好物来祝阮的心愿，也互你的教会会通成做分享的教会，透过社区的事工，透过无共款的牧区，透过你所互愿的意向，将这个福音会通写着无共款的方式进入到你社区，互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会通得福音的好处。愿主来塑你的教会，也所伫台南市新乐院因的朋友伫遮来起造的时，就互院长伊有对顶头来智慧甲权柄开力，互这学院培养的这个新学生会通真做明仔日这个教会真好的这个牧者。愿主赐阮听阮的祈祷，阮也要做伙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的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薪平安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救阮脱离迄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是邀我所定着的日，咱伫即个中间要欢喜快乐。
个动乱的世界中间会改变，只有主耶稣，你才是无变的主。求出来帮助我每一日拢会来较实你所想事的稳定，伫阮每一个家庭中间来平安的喜乐，每一日来敬拜，只是献上感谢，感恩祈祷，奉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我心有相同会，有错过行了。感谢你，你伫阮遐做罪人的时，你着想述你的救恩，耶稣基督，降生入伯利恒，为着就是要担阮的罪，洗清阮的污秽。主啊，天地万物拢咧改变，总是你的听，你的真理永远无改变。主原是不时咧改变，总是你对阮的恩典，你对阮的看顾，永远无改变。求你帮助阮，伫这个变迁的世界，因为你的话，互阮会通持守对你的听，互阮会通对你的话有较无。你的真理要叫阮得到自由。你的真理要引带阮进到你丰富的恩典，愿主帮助阮伫礼拜中间甲主相拄，赐神看耶稣，用心听你的话，你的话就帮助阮看见你路法中的奇妙。愿主赐阮下面的时间，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是咱的吟圣诗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圣诗173首，恳
恳求永活主圣神，请起立并转手。主爱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称早着领受主你所赏赐的新生命的一天。伫主日嘛过4方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调祭着你。经过农历新年平安喜乐的假期，嘛带互阮重新得力的盼望。希望疫情的态势还阁是随真严峻，甚至带互阮大家伫生活甲行动上有真侪的限制。总是阮确信有主通倚靠。阮就坦然无惊，行伫主你阮所预备的道路顶悬，因为主你应领过黑暗的权势，将阮宇宙万物一切的权柄永远无改变。所以阮的心啊，你爱称颂耶和华。今仔伫咱内面的爱称颂伊的圣名，毋通袂记你一切的恩惠。感谢听阮的主，感谢你用遐尼啊大的恩典来款待着阮，用你的慈爱来包容阮的软弱。随望阮常常靠阮的心意向着你来求讨，把你当成实现阮甲你约光的主。袂记你爱以你的心为心，谦卑顺服伫你。总是你嘛无越面离开着阮，必须更加显明阮的软弱甲着有限。请愿你以恩惠来补足阮的卑微，请愿你以圣神来启发阮的智慧，互阮的心，互阮的行为。到也显出你的慈爱，也会当透过着操练甲服侍来荣耀着你的名，并且伫日日借着你的话语甲祈祷，互阮无抵陷入着试探，也无世上生活中有形甲无形的物件来诱惑，影响阮分对你的心，以及圣洁的生活。今仔是台南新人院奉献纪念主日，感谢主，洪院长亲自来到教会请安报告。为学院的硬体装修、教学软体的需求等等的需要，来分享甲募款。求主互这个神圣庄严的任务，伫兄弟关心带导，奉献上甲着新学院同心打拼努力，得着主你力上加力、稳上加稳的祝福，互学院的事务一切运作顺利，培养更较侪神中国的圣工，并且一无所缺。主你所定的日子，阮奉你的名将宣教基金献上伫面前，求主互这个基金得到了兄弟关心、带导甲着奉献。伫教会透过着基金的运作，培养更较侪听主的兄弟姊妹参与伫宣教的事工，应神一人。嘛要将教会新买礼拜堂装修的事工摆上伫顶面，互教会透过着公开招标，会当找着优良的厂商。嘛将礼拜堂做上介好的规划甲着运作，使伫未来的敬拜甲所有的事工运作空间，
拢有即个适合的场所，互家人教会伫即个城市、社区发挥做光做盐的功效，搁再一次彰显。祈求上帝的神，家着阮所做的工同在，事工来运作顺利。阮来虔诚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既然恁甲基督结连，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名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着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迄个想法，我充满意。毋通自私自利，毋通追求利用。阮特着自个心看人比家己好。恁着逐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以原本上帝的身份，搁无上帝应许的地位。以反正拼工家己主奴仆的身份。出是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以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于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口上悬的地位。所以超越万民。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以献地上的一切好有讲话跪拜。地声。一切罪拢传因耶稣基督是主来引导的上帝。这是献诗，咱要请李介成、陈敏哲长老进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歌是荣耀的日光。地当空云太平。
约翰一书第2章，约翰一书2章的15节到17节。约翰一书第2章的15节到17节。每这两个版本的页面伫咱银幕顶悬咱家己看。免着咱三个来共读。无伫听即世间甲世间的物，人若听即世间，就白听无点伫伊。因为既若伫世间的肉体的私欲、甲目睭的私欲、甲人生的骄傲，毋是对爸，是对世间。搁世间甲伊的私欲伫过去，独独行上帝的旨意的，永远伫地。咱即摆搁来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记载伫启示录第1章的第8节。启示录第1章的第8节。主上帝讲：我是阿拉法，佫是欧米伽，现在伫咧，早伫地，将来伫地，是全能者。以上，即是咱要请台南新人医吴院长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改变中的不变，改变中的不变。所敬听的尤牧师，到在座咱过去的陈牧师、牧师娘，甲咱教会牧师团队，有老牧师甲黄牧师，以及列位的正长职、服侍兄弟，甲咱嘉南教会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通过尤牧师的安排，伫即个所在邀请，所以互我有机会伫即个所在，甲咱做伙敬拜上帝。这是我做牧师35年来第一摆来到伫嘉南教会，所以有即个福分，真真感谢。昨有提早来，尤牧师有甲伊做伙真好分享，有谈论咱教会侪事工，有讲起伫隔壁，咱已经有买200-300平的即个聚会空间，即通讲这实在是恩典，嘛真欢喜的代志，有一个新的意向，有一个新的计划，咱教会将来有一个所在有真大的空间，通讲会当来回应上帝听。拄则我听到咱教会随望两个伫即个所在可能中职伫即个所在的吟诗回应上帝，真感动。我拢定讲一句话，圣经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伊启示咱，咱用诗歌、用音乐、用咱的敬拜来回应伊。所以今仔日伫遮有看到即个回应，所以是真感谢上帝。我今日代表台南新人院伫遮甲咱请安报告，我代表台南新人院全体的教职员生，甲咱说多谢。过去咱嘉南教会属大型的教会，对伫台南新人院侪关心，侪带导，侪奉献，所以我代表新人院来甲咱说多谢。我先简单的介绍了后，就来提起我去到伫台南新人院伫旧年，去接任即个院长的工作，即个简单的过程。我出世是伫台南庄卡善华的所在，佫是善华庄卡一个庄社。我来咱教会，我若拄着几个兄弟，我甲伊是共故乡吼，佫有拄着我较早伫德成教会牧会的一个姊妹。我出世伫遐了后，后来我是43年前去读台南新人院，伫35年前毕业，我有去到伫花莲伫遐牧会，我伫遐12年久。后来我来到德成教会21年久。牧会30几年久了后，我就想讲，我应该爱来退休，所以我就转去到伫玉山新人院伫遐来服侍，因为我对原住民、对花莲的所在，我真负担真有意爱台湾东部，因为迄所在是真水，我嘛真意爱。我伫遐做牧师做老爸伫迄个所在开始传福音、操练。总是去无偌久了后，台南新人院院长拄好介宁特别退休，台南新人院即摆是教育部立案的即个学校，所以伊需要一个后下即个教育部要求即个大学的老师或者是新人院的院长，为伊的限制。后来就公开总是无人去应征。我迄个时阵已经去到伫花莲伫遐来服侍。因为即个代志，即个学校嘛袂使无一个领导者，所以通过即个总会议长包括通过即个台南新人校友会伫遐推荐，伫遐来联署，5万我会通倒来伫台南新人院担任即个工作。我实在是无愿意，因为我想讲牧会30几冬久，我去伫大教会，因为德成教会是真大的教会，1400几个会友，有6个牧师，有8个干事，佮有2个管理员，佮有2个清洁。
搁平均礼拜，包括最少800-900个，伫即个高雄市是真大型的教会，甲双连是共款即个规模。我想讲已经真无用我通好去写册通要退休。总是学校甲校友会有咧期待讲神学院应该要有一个牧会经验久的一个牧师，倒来担任即个院长的工作。我拄好伫大学已经教册兼课，伫医学院也好，一般的大学也好，教册30多年久，所以我有大学的老师迄款的资格。所以种种遮个因素经过即个校友会拜托，所以我等去年8月初1转来伫台南神学院接任即个工作。即个过程简单是安尼吼。伫即个我知影要接任即个工作，毋是遐尔容易，所以我用恐慌的心伫遐来接即个工作。当然校会需要伫即个报表伫咱即个表内面我已经有写，台南神学院是咱台湾第一间的大学，嘛是第一间的即个神学院。我甲形容做咱宣教的胎盘胎盘，囡仔要出世伫母体的内面，母胎的内面，即个胎盘是对遮搁来对遐开始来设立教会，所以教会设立了后，神学院是变做教会的心脏，心脏来用，教会来用。最近有培养一寡少年的传教者，当然少年人伊的做法去到教会不一定下用，所以我拢听到即个声，所以我就开始要来努力，要来开始计划，当然是爱有经费。所以我接受即个工作，也来担当即个要紧的责任甲使命是安尼吼。我去到神学院，我有要做一个工作，因为我伫医学院教册20年久，高雄医学大学。我嘛有参与即个医学院的即个 IRB 的人体实验。咱知影即马咧肺炎需要即个疫苗，需要人体试验，迄有4个阶段，总是疫苗需要。第2阶段了后，就试了后，就甲开发啦。所以无遐足完全，我就做即款的研究、甲审查的工作、甲医学伦理等等。我知影咱的台湾的病院有4间诊所，是差不多社区还是庄脚诊所，看袂好，然后就爱去设备的所在，迄叫做区域病院、地区病院、区域病院伊有设备较好一寡。即个佫无法度是爱佫加一级去到伫地区病院。去到地区病院看袂好，一定爱去到教学病院，就是像高雄医学大学、台大医学院共款。医生爱做研究，去甲你治疗。总是我咧牧会，教会拄着代志，有当时拄着事工，去到神学院，神学院无法度甲你解决，因为伊拢咧教神学尔，伊无法度伫事工，也是伫教会问题去做解决。我想咱会了解即个代志。所以我开始去了后，因为我家己有临床的经验，所有的临床就牧会30几档。我有伫小教会，佫伫大教会。迄大教会是足无用，依然10层拢断会着。所以我有这个经验即个咱长老教会，包括校友会，包括董事会，包括即个前的院长，包括我老师甲我讲，你有临床经验，你甲你的经验得转来。所以我就爱设立即个即个实践神学研究中心。所以我要招这地方教会牧师，我参加尤牧师讨论分享伊伫遮牧会，佫过去咱的济牧长伫遮牧会，这是真好的起造。有拄着的问题，咱安怎去解决？这要组一个这个实践神学研究中心，通干那神学院，毋是干那咧教这个神学生来定，毋是咧培养做牧师来定，就是伊去到教会了后，伊拄着问题，拄着事工，伊毋知影的时。神学院会当来甲伊提供，这叫做实践神学研究中心。我知影我背负这个责任，我已经有开始募款，已经人有奉献。我相信咱教会有真侪疼心的人，佫有这个意向。我相信过去伫我神学生时代，我就知影嘉南教会做大经，总是我毋捌来，今日第一摆来，佫听到咱教会要伫隔壁伫遐会当坐几百个人，这是通欢喜。感谢有尤牧师伫遮带咱向前行甲过去的牧师所留落来的基础继续起做，这是真感谢的即个代志。伫第一场欢喜，我著看百几个，这通欢喜的代志，所以为着即个事献上感谢，所以我就用安尼做报告。但是人伊的需要拢伫遮，包括我所写的即个文章也伫遮，我就无搁伫遮来重复。咱若转去了后，咱有感动，咱就哪看哪读。
对这所在哪关心。等下讲道煞了，我有5分钟的影片，互咱看看这个校的历史典故，所以我就无用时间，而且来占用咱真侪时间。咱要紧也是较爱来通过上帝话咱来三甲设这个祭坛做伙来敬拜。我今日用一个题目要甲咱做伙想，叫做改变中的不变。这个题目实在是我所写的册伫2、3年前所写的一本册，叫做《不变 vs 改变》。这本册后来我就想讲，这册名用过，所以我甲用这个改变中的不变，我用这个要甲咱做分享。今仔日有2个经节是约翰一书2章15到17，佮另外一个是启示录。我用这2个做主题经节，其他佮有一寡补助经节。我今日较无用这个新学院迄个学院派迄个方式，直接讲道。我较要用见证式、报道式、启发式、福音式来甲咱做伙来思考。想要用这个改变中的不变。咱知影世间的变化足大，但是咱有当时会对着世间的变化随波逐流，来改变咱的信仰，甚至离开上帝。所以我当用这个题目来甲咱做伙想，特别伫喜宴的中间，伫世代变化的中间，咱做伙想。我先用对引言来讲起，伫周报干事有甲我讲，我就由完有写起伫引言的第一段，就是我迄本册内面的第一句。我伫遮先来甲读一摆，互咱对遮先来做引言来想吼。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结束到今年76年，第76年。这76年的中间，科技、医学的进步，还有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开发，这个跃进。我无甲讲人工的智慧，我甲翻译做智能，以及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伊带来的经济成长，通讲是较大伫自有人类以来历史的总和。是安怎来讲呢？这个信仰体验是安尼：战争结束到即马76冬。这76中间的进步，是比人类对上帝所创造人类了后到战争的进程的进步还佫较大。我简单讲几个例吼，科技的进步有够进步，科技安怎进步？咱即马咧开车有无？即马有迄个 sensing 有无？迄个自动的有无？伊家己会走呢。这个进步是无度去想象，几十年前咱敢想会到？过来咱伫外口足热，天气足热，要转到厝的时，我捌开车要转到厝，好热甲，我就甲我的查某囝讲是毋是先开一个冷气，无咱住伫上顶面站吼。较早我住伫图书馆顶面热甲，先开一个冷气，通我爸爸转较凉，因为我出去探访规暝规日，转来凉一个轻松一个。即晚毋免呢，手机控制，伊就自动开啊呢，对无？这毋是咱第一时间会当去想象。这几年的进步，过来医学安怎进步？我家己伫医学院教册，坦白讲，我对健康无真侪研究。张尤牧师，我甲伊做伙用餐，我装骹大汉，第一个食饭就是爱先白饭，袂使先硬菜。所以我就想要白饭尤牧师讲，尤牧师当咧，袂使先食饭。你有血糖，吼，我有，袂使。安尼你的血糖会悬。伊讲伊传福音就安尼传，哇！我去学着，所以传足侪健康的这物件话，我伫医学院家己咧做这个研究，我佫会注意这。我影昨安尼食我感觉早起去做精神。当然这是一个感觉啦吼，毋过这是一个互咱去思考。咱知医学安怎进步？我囡仔时代看迄60、70岁老酷酷呢，我已经62岁台湾岁，我甲咱的苏州师，我甲伊平一岁苏州师吼，我嘛做阿公吼。但是我照镜，我袂感觉我做老呢。咱敢看我会做老？敢会？袂吧？自我感觉良好。这是安怎？因为咱即马食好做轻课，出门有车，热有冷气。你破病医生就甲你治疗，对无？所以咱的圣经讲，人的年纪70，勇壮到80，逐个人拢讲这摩西写的4篇90篇嘛。摩西若活伫这个时代，伊可能袂安尼讲伊可能会佫加。因为照医学的研究，人会加10岁至15岁，甚至20。因为我伫医学院，我较知影这简单的数字啦。摩西检查若治咧，伊可能这个圣经会安尼写：人的年纪80，勇壮到100，敢毋是？敢毋是？
我较早30几年前在做牧师，我咧做主持种植，80几岁就做老汉呢，90岁就已经人瑞啊。我这几年，因为我家己做30几档的牧师，主持300几场的种植，我捌主持过100几回的种植，几啊个，啊愈来愈侪，拢上100回，人岁。我的牧师娘阿嬷活106岁，吼，啊是还是身份证104岁，因为万报嘛，吼。所以咱就知影是安那，因为科技进步，医学进步。地油资源开发，咱享受足侪物质呢。即摆享受太侪物质哦，有够好经济成长，有无？咱生活足便利呢。我囡仔时代毋捌看过电视啦，我国民校4年的时咧实验文总囝人，我咧看电视是规百个去站一个20寸的乌白，偌欢喜你敢知？规整看迄台。咱即摆咱兜有几台电视，2台、3台，一大堆，有无？手机嘛拢会当看嘛。较早50年前，咱看电视，咱像上天堂，这变化感是真大，生活足便利，这物质丰富有够好，但是人的心无因为安尼满足，嘛无安尼较幸福呢，无呢？颠倒因为自我，所以真艰苦。中国甲咱的政治，互咱安尼足侪的这个混乱，有无？所以我出世，我有当时我足欣赏一寡外国人吼，我出国进修，我足欣赏因，我讲恁毋免经过。殖民时代，恁拢咧讲殖民，恁毋捌经过，阮细汉的时拢共会有无？拢是对德拢受训的教育。我细汉就是安尼，哦，恁真好，我无呢，我毋是安尼。后来我是去国外进修，我才有改变即个观念呢。我才有感觉讲，即个政治受训的教育彻底毋对呢。中国大陆我同学伊嘛甲我讲，我拢讲骂恁蒋帮，恁骂我共会，恁若蒋帮啦。恁咧讲阮吼。阮吼水火牛马不如，做牛做马。阮讲恁食香蕉皮甲穿布袋啦，阮就无安尼。这拢是政治受幻化的欺骗教育所带来的痛苦。有战后无较幸福呢？无呢。到即马即个拄则游牧师咧带咱大岛，即个社会情景嘛安尼呢，对无吼？无讲好认遮个物件物质，咱拢会继续享受，咱嘛会感觉足感谢。总是人的心无对得安尼较好呢。咱敢有去承认这个事，吼，所以咱若搁倒转来讲，人较安稳的时，较容易离开上帝；破病时，拢会离开上帝，拢会要找上帝。所以我足侪摆会友安那叫拢毋来礼拜，破病时拍电话，牧师你来甲我祈祷，迄时阵就要找上帝啊，有无？敢毋是安尼？得失败就要找上帝。以色列人嘛共款，痛苦失败要找上帝。安稳，从啊离开上帝，从啊照家己的路去行，佮敬拜偶像，付出足重的代价。所以几千年来，犹太人到即马，伊才去感觉人袂使离开上帝，敢毋是安尼？所以犹太人甲即个圣经挂伫头壳顶，无就滴伫头壳顶，有无？拢会挂一个滴一个，这咱若去以色列，咱就知。我有去吼，挂这伊讲吼，人袂使拄天，袂使比上帝较大，袂使自我为是，对无？因为人若变，足容易变，所以爱甲上帝放伫头壳顶，袂使去改变。这是一个我要用这个做引言，我只有用2点甲咱做分享，因为时间无济吼。第一点，变是毋是有对咧改变？变对咧改变，咱先来甲看变对咧改变。只有2个相片，这个倒手边，这个是英国，我古早时代伫遐读册，我的宿舍，我住的宿舍。正手边是我较早读册的教室，这毋是即马翕的。毋是30几年前翕的，是我5年前拄转去剑桥，去剑桥大学去做研究。我去研究迄个英国教会衰微，后来转来我有写一本册，在反省咱台湾基督长对教会这个问题。了后，我就找一个时间转去我的母校。转去母校的时，我过去拢足欠吼，因为过去无数位相机，拢底片嘛，24张、36张，拢毋甘翕，毋甘丢，搁来翕了曝光，就爱洗了钱，毋甘翕。我即抓期吼，青参啊翕，因为你迄信卡，我翕1万张、几万张拢无要紧，你若倒有够，歹你搁会当收，收了生条啊，搁会当收较无去，即种即几年较进步的，敢是进步足济有啊？我就去翕。我用这互咱看，就是我30几年前去读册，迄个时阵无 Line， 嘛无 email， 嘛无即马会当甲太太讲话。我迄阵2个查某囝，一个查某囝在台湾，2岁外离开伊。足痛苦，我毋知影迄个离开
家己的太太甲囡仔痛苦。我阵仔真少年，30岁那点。伫迄个时阵写一张批，接着按2礼拜，我写转去，伊接着按2礼拜。迄想某想囝下哭呢，查某囝2岁，伫飞机场要走，甲你爸爸再见，搁笑甲，我毋知影，我转去到香港，我就想要转来啊，我毋知影离开某囝遐艰苦，去到英国还佫较艰苦，有语言的问题，有功课的压力，有文化的问题，有相处的问题，有种族的问题呢，毋是出国读册总浪漫的，无遐尼简单啊。所以为着安尼，我就定定足认真读册，所以我去到图书馆。因为学院有图书馆，宿舍有图书馆，中校嘛有图书馆，这是社区的图书馆，我就去遐读册。这嘛是属于学校的啦。我一摆去遐读册，因为我去足好闲，迄阵拢戒严时期，拄呾特别开放。英国足侪册台湾看袂到的，迄个时阵也袂当印。比如讲我看到马克思，我就甲摕来读。台湾袂读真的，读明仔载你都无看。我看马克思的册，佫笑做道理的。伊讲：你若资本主义，人人好业，关系拢会歹。有影即马住大楼，顶面过甲下底过无熟悉呢。那阮住庄卡，规庄拢捌呢，700外户大家捌，金啊、白啊、黄啊、金啊、金箔啊、浙江啊，大家嘛捌。即马住江东，顶面过尔，毋捌，有无？伊咧讲有道理啊，但是咱较早就反对共产主义嘛，所以就讲迄无道理啊。所以伫即个中间，我就去遐看真侪册。去学习足侪嘛，开课即个历史馆。我一摆咧借册，看足侪册吼，都迄本无人借，足久都在第3站，我摕袂到，所以爱举推，摕一本，落一本落来，落伫地毯，噗者足大声。咱伫台湾庄卡段啦、讲破碗啦，物件落落来，拢会看人会甲咱看，无敢若做毋对啦，有无？讲破碗迄若毋是影响修理吼，因为过早就散嘛，讲破一顶碗就已经足严重啊，对无吼？所以我有即个境遇互我有即款的心情吼。所以落落了，我就赶紧溜落来，要看册要囥落去。拄一个英国人行来，哇，真大丛，一个美牧师行来了后吼，爬起来我就讲是的，我毋是条故意的。伊从我甲我问讲，你台湾人还是日本人？用台湾话，我从我甲讲用英文甲因啦，我甲因讲 I am Taiwanese, I am not Japanese。你讲英文我听无，你讲台湾话我听较有。了后，伊从我讲，我嘛是台湾人，安尼啦。我听一个了后，我讲你台湾人哦，伊讲嘿啊，我美牧师。讲我知影。台南新南医前的副院长，后来伊就是因为政治问题，将赶转1972互赶转，都毋捌过来台湾。我去遐读册是1989年啊，足少年要来台湾，所以就请我去办公室中甲比。我就甲伊真做好朋友。我足早就捌伊是啥物人，总是毋捌甲伊见面。所以我有伊的时，我伫遐读册吼，英文吼就免烦恼啊，拢会甲我斗解斗关心。即马出国读册吼，毋免啊，翻译软体就足好用啊，有啊。即马留学生偌好命啊，你敢知吼？所以了后我就甲问讲，美牧师你啥物时阵来台湾的？伊讲我民国41年，伊讲民国41年呢，就1952，我对高雄港去台湾的，第一礼拜入台湾。我讲你对台湾的印象啊，水牛、脚踏车、佮过日安尼。我讲是安那？迄个时阵无拖拉机咧载巡回啦，拢嘛有牛车。台湾人嘛无人咧开车，嘛无乌多摆，拢嘛骑脚踏车，大家拢伫滴过日安尼啦。了后吼，伊甲我讲，伊足想要来台湾，若有机会叫我甲台湾当局讲，嘛佫会当来，拢袂当签证嘛，戒严时期袂当来。我无法度，我是个小牧师，我无法度。总是我伫台湾有写报纸，写一篇文章讲这个事。后来阿辉伯做总统有互伊来，1995。伊来时，我甲问美牧师，你对台湾的印象？迄个时阵安尼，你即马来讲变足济呢，变足济呢。即马毋是水牛、脚踏车甲过日，即马是大楼、汽车，搁恁台湾人比阮西洋人搁较西洋化。我是安怎讲？台湾人毋学迄啥物英文，安尼啦。我讲逐个人拢想要学英文啊，台湾话上重要，安尼啦讲变足济，变足济。后来伊转去了，就毋捌过来过身去。所以我趁着2016年去剑桥的时，我特别转我的母校去个梦甲看看咧。我足想要甲问，当然伊袂应啦，都伫梦里啦吼。我相信伊若即马佫来，若佫伫咧伊佫来，我相信伊的讲法就佫无共款。
我即马先甲咱分享吼，我用即个，我今日有咧讲，我要用报道式，啊，要用分享式，甲时代性来甲咱分享。伊若过来，我会甲你分享，会安尼甲伊分享。市场经济无限上讲，人的心是欲望袂停呢。即马厝拢愈起愈好，车拢发明愈来愈好，手机愈发明愈好，有无？我最近当咧学手机，因为去新人院做院长，袂使无手机，随时爱联络，因为爱指挥嘛，爱了解嘛，所以爱掌握所有的动态嘛。我较早足反对即个物件，啊，即马我感觉这足好用。啊，我会记我当日得胜的时，除非我要出去探访，当咧举手机，啊，拢摕我的查某囝无爱用的，我当用吼。啊，一摆咧设定咧走的，我就袂晓处理这，啊，我就请迄国中的囡仔，迄教会囡仔拢偌厉害呢吼，手机摕来嘟嘟啊就好啊，啊，你母规部拢袂好。我一摆咧请囡仔来用国中的，牧师，你这个手机很亮光，我这个苹果的这个才好啊，你啦，我是有啥无共，听一就好啊，讲很亮光的毋好。安尼啊，伊讲伊要搁去买啥啦。我甲恁讲，电脑、手机无几日就一台啊，有无？伊就是要趁钱嘛，资本主义嘛，有无？市场经济嘛，有无？厝嘛愈起愈好，广告愈来愈多，人的心无欲望袂停呢，对无？啊，搁来第二，科技进步，因反精神合作，产生足侪白反症呢。我伫大学教册30档。30年前，我当转来台湾做少年，我当第一摆去教册，佫会紧张，结果拢坐好，我入去佫市立政治老师校安尼呢。即马30年后去大学，安那你敢知？老师先教学生来无啥个，你著在等呢，也袂骂字，也袂讲真呢，敢是变化足济。啊来，你跟勉强叫来，我录手机，啊录手机，伊若佫咧做资料也好哦，这母伊的代志啦，啊无查某囡仔著要化妆啦吼，抹粉点面纸，毋是生做较水的、较漂白的、较有读册的，无一定的吼。咱拢想讲水啊文迄词文的较有读册，迄个怪脑子吼，这歹看面的较含慢读册，无一定。我看成绩好的吼，无一定真水真缘投，无一定吼。逐个人拢咧舞迄精神合作，无手机活袂落呢，真的呢，有无？咱有去感觉无？吼。啊，即款网络成瘾会成问题，所以我伫高医有看到几个精神科医生专门咧研究即个，要安怎来改变人，用精神科医生角度去研究即个，真困难呢。这第二总是足济啦，互人的生活你着扰乱，袂晓节制，啊，只是走拍拍，暗时点灯麻，啊，透早咧爬袂起来，有无？拢安尼呢吼。过来，性解放主义带来家庭甲社会真严重的崩解。这已经是差足济啊！性解放主义，我毋是咧讲同性恋这个问题，性解放主义，这是咱台湾值得去思考一个问题，吼！真正这真是足大伦理混乱、结合混淆、性别不分、多元性家等等，这是这个吼。过来第四就是类宗教的问题，破坏宗教信仰的精神甲价值。这是安怎讲？我是牧师，我是带咱敬拜上帝，吼。但是我毋是师傅，毋是我英明伟大，绝对袂错误袂死，无啦。我囡仔时代拢想讲，迄总囝人拢袂死，有无？大官拢袂死，3粒星、5粒星上将拢袂死，无啦。着要害，摇笑颜无偌久，着拢死翘翘啊。人有限嘛，武汉肺炎，你个总统嘛死，对无？所以人的有限，上牧师嘛是人，有无？神职人员拢是人，总是要带咱敬拜上帝。我毋是神。但是这类宗教伫台湾是真严重的这个代志吼，所以对这会互咱来想吼，我对这会当体会深深的体会就是，彼得前书圣经有讲，就咱读的相关经节，这是补助经节，万物的结果近啦，所以就真谨慎自守，敬信祈祷，上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切相听，因为听的当家看真侪多。咱台湾甲大陆的关系，若无这无法度啦，真困难啦吼。过来，咱拢知影这个彼得佫有讲，谨慎、警醒、接受，因为恁的对敌亲像魔鬼、好势、变惊土地，在敲碎通吞食的人，这拢是伫资本主义伫这个时代自我主义是政治挂帅的这个情形下面，要去吞食别人，这个现象真清楚。所以这个
代志，毋是干那安尼。即个万米的建脚筋啊，即个现象，保罗伫迄个2000年前写保罗提摩太时，伊讲社会现象就是安尼，顾家己、钱财、自夸啊、放毒、骄傲，吼，有爸母忘恩背义，心无圣洁，无亲情，无改愿啊，爱讲闲话，无自由，性情上报，无爱好，袂主袂友，任意妄为等等，这叫社会现象。保罗甲提摩太讲，爱世字，你要做传教者，你爱看清这个。所以对这会互人了解吼，世界变化足大的啦，每一个变化拢会牵动人的心呢，有无？所以，互人伫随波逐流中间，袂记上帝话存在，意味追求自我实现甲快乐，将上帝话甲等伫后壁。我记我当去接这个院长，有一个电视台去我访问，伊讲：牧师，你感觉啥物叫做世俗化？敢是迄个基督徒袂使啉酒啦、食槟榔的、看电影这种世俗化？我讲可能这是过去的想法。我讲的想法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自我为是。无转来信仰基本面，这叫做世俗化。我是安尼个定义，无一定是对，这就是这个世俗化。所以伫世俗化中间，上帝话就甲等伫后壁，变的中间人对咧变。我用一个例做譬如，咱拢知影所罗门。伊在位40冬，伊人高强大汉，高富帅，还佫头壳好，有无？这个古约的圣经学者讲伊高富帅呢。我是无安尼讲，因为迄个学者是无安尼讲。有人讲伊190几公分啦，有影高富帅，有无？我若听看到高富帅，我拢做欣赏。我看游牧师伊就较有班，有无？有无？伊来咱遮size较下咱教会呢。我伫德信教会，阮教会1400几个会员节，啊800几个礼拜。我若去做主任牧师的是做无办的，有新的会友伫美国转来，你著新的牧师哦，安尼甲我怀疑，敢若size无啥吼。总是无要紧，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毋是干看外表吼。毋过若有牧师伊内在外在拢继续下咱教会吼。但是我相信上帝伊用人是用伫伊的文书吼，伊是较富帅，人拢好，所以伊哪会做王？佫足无彩，伊到尾得意忘形，有无？反求诸己，拄着困难无追求上帝，伊甲上帝话等伫边啊。以前巧甲吼，缘投甲，啊佫治理国家，佫起圣殿，好甲隔壁无一个失败的女王，有无？女王哦，足欣赏呢，来甲条件呢，来甲进贡呢，有无？咱有看到这嘛？后来伊无尊盼上帝做大，伊家己佫去设足者嫔妃呢，就是这后宫的这女性呢。所以英国的一个神学家吼，戴比·鲍森已经过身，去年过身。伊讲吼，伊有700个嫔妃啦。伊讲这所罗门真厉害，伊是咧家己真厉害，700个丈夫，吼，讲700个丈夫吼，佫700个嫔妃吼，真厉害。但是伊若伊感觉上帝一路有教啊，免迄700个，这是古学者咧甲伊消遣啦吼。伊想来安尼，所以到尾上帝虽然要甲伊的王位摕掉，毋过伊无好尾，包括伊的囝嘛无好呢。后来伊的囝接王了，仲以色列分做2国分裂呢，有无？无见证，无彩，大必无法度去圣殿伊去，造成这个问题，离开上帝。因为时代咧变，伊对咧变，无亲像阿摩斯讲的，枵日子要到。伊要寄放伫土地，人枵毋是无饼，水担毋是无水，就是无通听耶和华上帝的话。所以美国人当咧建国的时，用这个甲这个美金，放这几字伫美金，咱即摆就较无咧出国啊，无美金拢有这几字呢。阮信靠上帝，像我哋美金拢有呢，金刚嘛有呢。伊就是讲，恁要信靠上帝，你有马文的是会记哦，马文好用，钱是中性的，但是你袂使无信靠上帝，提醒啦。所以第2点也最后1点，因为时间有限，我无法度通分享真济吼。变，莫变啦。虽然时代咧变，但上帝话莫变。咱知影吼，亲情莫变啦，现实主义啦。咱伫社会拢定嘛看到好野人，兄弟姊妹安尼咧冤，有无？政治人物嘛会冤啦。新加坡的李光耀的总理，遐囝儿敢是有哪冤甲全世界拢甲当做一个笑话，有无？咱台湾好野人嘛拢咧冤啦。我当时拢感觉我足受安慰呢，好佳在我无信着好野人因兜，可能迄个生秀才吧，有无？
家己自我安慰啦吼。我囡仔时代伫庄脚，我做欣赏坐乌头仔车的人，做欣赏做大官的人，我嘛欣赏迄个好野人。后来我即摆即个年岁，我拢发觉无看我，好野人无看我，精神压力偌重的，做官无看我，迄面对偌济艰苦痛呢，无看我有无？也是咱这吼，春叹上帝啊，活得足快乐的，上介好，敢毋是安尼吼？因为上帝有讲吼，即个有无？主上帝讲，我是阿里法嘛，阿米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全能的上帝是袂变的。所以，遮个物件拢足好，即个马文真在，即拢足好，这是足好的物件。那咱荣耀上帝是足好的。总是即个约翰一书这作者，咱今日读的主题经节，是一个对咱的提醒。伊就是讲，你咧爱遐个物件真好，但是爱上帝，佮比迄个佮较大，这是佮较好。遮个物件拢足好，所以有无？咱拄仔读的圣经节，咱的书咧长老读的圣经节，就是咧讲，毋是干那爱遮个物件，遮个拢会过去嘛。到你甲上帝的关系，永远的是永远伫地嘛，对无？这是我足深的体会呢，我足深的体会呢，吼。所以我有当时做牧师会共分财产，分甲多冤，我家己毋知要哪。麻烦伊要带我去，创我去做证人，我甲律师讲，牧师袂当去替人做啥物证人。因为我讲伊好，讲伊歹，我嘛公亲变事主。我捌足侪摆做啥物，互伊讲你莫冤啦，你遐摕拢互我开啦，恁就袂冤啦，无钱的拢袂冤。你摕去奉献教会嘛，摕去奉献新人院，即摆都欠甲安尼，对毋对？无法度，这就是安尼。你若有遵主做大，才会安尼。所以伫即个中间，彼得前书4章7节有讲，万物的结局近啦，就谨慎自守，有无？这是小亚细亚教会伫罗马帝国的情境的下面受到压迫、世俗化的条件内忧外患，所以这个保罗这个彼得伊伫遐写保罗小亚细教会罗马国省的这个教会，伫甲因提醒这个爱人尊敬畏的心倚靠上帝，遵照上帝的话，莫干那遵照家己的意思，若无会顺流未俗。所以伫世间的中间变化真大啦，咱敢会当对咧变化。所以我伫遮来做结论因为时间无法度通好讲真久，若有机会当过来甲咱分享。我伫遮来做结论，结束咱今仔日即个信息。咱拢知影有足侪挑战，嘛有一个方法论。可能我做学术做久，提出足侪议题，总是一定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嘛我用即个做咱的解决的方案，或者必须2章5节，恁着用基督的心做心这是安尼我用一个例来回应这个事咱拢定会讲免怎甲上帝话放伫心内。拄好，我伫孙悦这本册《孙悦话家常》，我是伫花莲做牧师就看过这个册。孙悦咱拢捌伊嘛，伊一个艺人爱少年的时阵爱食薰，爱到尾拢咧共劝诫毋好食薰。伫10几年前，我伫高雄牧会，我高雄市政府办一个迄个忧郁症的演习会，邀请宗教界甲医学界，宗教界拢有一个代表，有道教，有佛教，有一贯道，有一般的民间信仰有佛光山的有道教的还有其他的佛教学院的还有一寡精神科医生拢做伙伫遐来演习。这个孙悦是代表演艺界，我是代表长老会。我发表论文，我有写一篇2-3万字有关忧郁症。21世纪忧郁症是一个足大的病的这个病症，所以我就受邀请去发表。我仲甲孙悦坐做伙，伊知影我牧师，我无穿牧师服，伊知影我牧师，足欢喜，就甲我开讲，我就甲伊开讲，我就甲伊讲足侪，足欢喜，总是伊过生气伫迄个时阵，我有甲讲，孙悦叔叔，我有读到你一个文章呢。伊讲这是篇，我讲你迄个孙悦话家常，迄内面一篇文章。伊讲是对一篇，我讲互听。讲对。我拢定定用即个，咧讲用基督的心做心，来咧甲我家己咧甲会友上甲勉励呢。伊讲是对一篇，我讲你著写讲你一个朋友拢做爱闯红灯的。但是拢毋捌互交通警察抓着，伊讲我知影伊讲有一个好朋友足爱闯红灯，拢足侥幸，交通警察无伫遐，拢足好
冲过啊，无就右转，拢毋捌拢抓着。啊，一摆拄好叫一个交通警察秘伫电筒，都叫分鼻啊比落来，啊来，我伫遮你无看来我安尼啦。但是交通警察足趣味，伊讲我莫甲你发，我驾照行照拢囥我遮，你乌多摆牵转去，牵到青顶，等来甲我领，啊无我要甲你开单。伊讲我当然我要牵转去啦，啊拜托个啦莫啦，安尼啦。了后伊像我问迄个警察，你想要无爱甲我发？伊讲我若甲你发，你以后会搁较侥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哦，你会看我有秘伫遮无？无你嘛去挖过来啊！啊，你会记的，我就是要互你会记的。你若交通警察存在，你太闯红灯，无可能嘛！哦，所以这个朋友就我甲孙越安尼讲，我知影咱伫世间足侪挑战，足侪引诱，嘛足侪世俗顺流的媚俗。啊，若安尼要安怎？基督的心做心，我用这个，我嘛定来勉励家己。我嘛是人，我嘛会拄着诱惑，我嘛会拄着挑战，我嘛会拄着足侪拢想讲上帝无看，我要安怎做？有无？即款的基督的心做心，所以我甲孙女讲的是，伊笑甲真欢喜。哦，你很会引用这个例子来诠释圣经，我这是牧师的工作，安尼啦。所以最后咱做一个调整，嘛望咱会当继续关心台南新人医吼。伫变迁的社会中间，你的信仰敢有用基督的心做心，保持不变，还是拄仔在随波逐流？好，我想讲用安尼，我嘛咧勉励家己，咱做伙勉励，咱拢是基督徒，做伙努力。最后咱来看即个影片5分钟啦，定，因为我知影咱12点以前爱结束即个礼拜，大家人爱去转去煮饭，爱去足侪遮个咱的要做的事务，所以5分钟，咱就知影新人伊的需要，伊的历史。伊的方向，伊的目标，这是顶摆寒流足寒的时选录的，希望咱会通关心。了后我带咱祈祷吼，咱望来看这个影片吼。台南新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真侪年来培养真侪教会传道者、教会音乐的服侍人员以及社会机构工作者，落实福音在地化。哇，不得了！有的同学出国留学，有的咧读博士班吼，咱嘛安尼吼，感觉足欢喜的。哇，新的时代搁伫要出来。1869年，李修牧师甲马雅各医师分别伫个高雄、基澳、台南府城成立传道者养成班。到1876年，将两地合并，创办了台南大学新学校，是新学院诞生的开始。日本时代因为拒绝日本政府干涉校务，关校8档，到1948年才搁复校。真侪年来，成国教会机构的扶持，会当陆续扩建，慢慢成就古典美观的建筑。所以就是有遮个建设，有遮个硬体，有遮个募款，有遮个奉献。黄宗辉牧师遮有心的人，伫遮来为着这间校奉献您的生命，所以新人医大当伫这个所在继续传承。从这个超保守化的天主教会来说，相当自由化，对。学医课程除了神学教育，嘛有社工、教会音乐以及台湾语言文学等多元师资。硬体设施，譬如讲校舍、办公室，甚至现代化图书馆，拢更加完备。长久以来，透过学院培养，历代教会牧会的传道人员，充满台湾各地，落实在地的神学教育。牧会的过程的中间，我对六甲到关庙的新房，到今仔来到伫后甲教会，我就是保持着这款，免神学，免落实伫在地化，免教会，免行出伫社区。伫学校，阮都拢有迄个小组同学的中间都爱彼此照顾，互相帮衬，互大人伫读册、伫生活拢会当真顺遂。所以伫教会依然是安尼，将迄个疼心带来到伫教会甲会友三甲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视台湾本土的价值，还有
对多元族群很友善的一个地方。大家是现在可以理解彼此在说什么，可是也尊重说我们有不同的背景。耶稣基督伊嘛是用这款道成肉体来伫这个世间，所以台南新人院伊就是要教这的学生嘛，用这个神学要注重伫道成肉体，定根伫本土，关心社会、人民甲公益，所以这是这的神学教育真要紧的一个特色。不过，福音工作有今仔日的成长，国教会机构对学院的支持，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未来学院也面对各项整建的需要，迫切望各界的扶持。过去咱台南新人院都有足侪听主、听人，佮愿意奉献的遐这一直不断伫遮奉献，所以我嘛是直接对心底献出感激、感谢。实是上帝纪念这个事，所以嘛，望咱为着这个新人院大道，为着这新人院奉献。咱即马入案了后，有真侪教育部要求，遮的教学系统或者是遮的设备的提升，这拢是过去咱家己在经营的时阵所无按算到的设备。经过8年的台南新学院，秉持感恩以及对福音工作坚定的信念，未来望伫基督支持中稳健经营，甲国教会同工继续为传福音更加骨力。请咱同心上起来祈祷。主感谢你，阮就是有共一个信仰，也共一个救主，也共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即个所在，成做你的囝儿，这毋是偶然，有上帝你特别美好的旨意。伫台南新人院奉献主义的时，阮真感谢嘉南教会愿意接纳台南新人院伫遮来请安、报告、甲呼吁大家的奉献甲代祷，阮满心感谢。当阮通过今仔日上帝的话语来晓悟阮，伫变迁的中间，阮要怎秉持上帝的话语，阮依然坚持信仰的不变。虽望社会在变，总是福音不变。阮传福音的方式，阮爱应变。愿上帝你感动阮，继续关心新人院、新学教育，即个教会第一个台办，甲一个第一个教会的心中。愿上帝通过阮今仔日的敬拜，正做好的祭，愿主你欢喜感纳。祈祷感谢、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的吟圣诗222首，上帝做咱代代帮咱圣诗222首，请起立吟全首。
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堂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也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拢参加伫遮组织，来听听牧师的讲，院长的讲道，甲真好的信息，甲真水的诗歌，也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疼心，拢会当三好无有主你的信仰。互阮每一个家庭，拢会当来信靠这个无变的上帝，诚做阮每一个家庭的祝福。阮只是奉献主所赏赐的金钱才能奉献做主圣工的路用。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时咱请尤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报告大声，咱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礼拜的兄弟吼，陈安妮姊妹来伫堆，请你起立甲伊欢迎，好无？请起立吼，哇，先离开吼，好，佫有毋知佫有其他的兄弟伫咱中间第一遍。无，咱嘛来欢迎吼，吴忠明牧师吼，院长伫咱中间，咱搁一遍甲伊感谢吼。即回是牧师特别指定伊来啦，想搁连假吼，要搁对台南爱去来吼，咱真感谢。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今仔日是台南新人医的奉献主日，咱也感谢吴忠明院长吼，吴牧师前来讲道，
来请安报告吼，请咱继续为着台南先学院的先学教育来祈祷，特别用你若无法度去读先学院，你会通用金钱伫遮来奉献，互遮经费通充足来做一寡遮真水的遮训练。咱伫教会这中华路33号2楼装修的工程已经公开招标吼，详细资料伫这第5页，请咱家己来看。咱后主日要来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圣礼典，有报名青年洗礼、更新礼甲小儿洗礼，兄弟请伫这礼拜68点伫5孔的会议室来参加问道理。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的定期会员好会改伫3月14日早起9点半吼，所以3月14日是一场的礼拜2点吼。迄天若无法度出席参加的陪参会员吼，请咱伫3月12进前用书面咱的小组长甲小会的书记来提出吼。咱可能有法，恁若会晓用网络的吼，咱来设计迄个表单，你会通伫网络来做一个请假安尼。疫情的关系，请咱甲咱手中吼，为咱的习惯讲我都无客转去，怎啊搁可以回收吼，可以倒伫迄个胶带中间吼。请咱因为疫情的关系，请咱客到的即个周报，请你早转去吼，莫囥伫咱2楼的门口的桌顶吼。麻烦咱的中职同工做安尼的宣导。咱伫3月7日开始有第1季的英捌基要真理的课程请咱会通伫遮若毋捌上过吼特别是咱无道的朋友，咱会通伫遮来参加，更较了解即个信仰的上帝安怎束缚。咱伫4月70、4月17吼，牧师员会阁来开这属灵家长的课程。你若毋知影讲，我要安怎甲人讲福音吼，要带人来认捌即个真理吼，你会通伫遮来参加吼。对小组长伫遮来报名吼，请咱会通充实家己，装备家己，会通成做上帝祝福束缚搁较侪人的一个管道。阮今仔本来有医疗咨询吼，总是这图书馆关门，所以咱今仔就无法度去伫遐来做服务。疫情的关系请咱一定入来的时阵来做刷卡吼，安尼咱会通知影讲有啥物人入来伫教会吼，安尼较好伫遮来追踪。如果你若无名牌，请你甲咱的主任干事，也是咱的点名小组伫来讲，就随时为伊来做一个新的名牌。过去几遍的爱幸福讲座吼，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停止总是感谢主，咱会当对3月7、5即礼拜5开始7点半，暗时7点半到9点主题是黄金2秒要怎搞定你的脾气讲师是听大周老师同时段有开这奥福的音乐，然后带囡仔会当伫遮带伊去来参加这个儿童的奥福音乐。咱伫3月14开定期会员好会了后，咱会搁召开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这个会员大会吼，请咱若无法度出席的，请咱一定爱伫遮来填写委托书吼，咱有爱备办这个中昼顿咱若还未缴500块的会费吼，请咱记得去缴安尼吼。感谢主，咱的3月7日开始吼，上年大学的第1学期就要开学吼。欢迎年满50岁以上的兄弟报名注册加入。若翁仔某做伙来读嘛有
优待啦吼。愿上帝来赐福咱吼，咱会当做伙伫遮来学习。咱伫明仔载是年假吼，所以全日当工放假，只有管理员吼伫遮有上班早起8点到下晡5点所以请咱做伙来配合。咱嘛恭喜李正平姊妹甲陈志兰姊妹吼，因拢我拢早起甲讲拢少年妈少年的阿嬷安尼咱恭喜因有这查某孙甲外孙外查某孙安尼，咱甲因恭喜。顶礼拜牧师去西潭啦所以伫遮无伫所以一年无看到无看到咱大家啦迄旧历过年安尼总是有这素美姊妹因为落楼梯，所以伫遮有跋倒昨有去甲看有较好势啦总是我要呼吁咱兄弟特别你年长的因为讲牧师我都我小还阁会叮当，所以我行楼梯尽量卖安尼毋好若无你着爱两边的这扶手拢换好这是上帝保守啦所以咱继续替这所谓这来祈祷互伊通早日来恢复勇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金句来读两遍来。主上帝讲，我是阿里法，果是欧米伽，现是早伫地，将来伫地，是全能的。这是了1周8十，过一遍。主上帝讲，我是阿里法，果是欧米伽，是伫地，早伫地，将来伫地，是全能的。这是了1周8十。好，这是咱的吟祝福的诗歌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正诗398首，请起立吟全首吟诗说，咱请吴牧师来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地，也甲迦南教会服侍团队、干事、中职所有兄弟姊妹以及所记忆的事工三个伫地，也甲新人院所要记忆的事工的新学教育所有要推动的三个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咱今仔日礼拜到遮，上帝祝咱，咱彼此伫遮来请安，彼此伫遮祝福。